後來為着要讓小朋友了解到警察的日常工作，有民意代表甲台中大雅警察分局來合作，舉辦小小警察體驗營。囡仔人穿警察的制服來熟悉警察的職務。台中大雅分局在7月份舉辦6場的體驗活動，相真濟親子報名參加。希望小朋友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，寓教於樂，來了解警察的種類以及他們的業務內容，還有他們到底平常我們所謂的人民保姆到底在做什麼。這屆閣特別安排鑑識體驗，讓囡仔掛喙罨學鑑識人員收集手紋，閣有3隻警犬來甲大家互動翕相。覺得活動呢，就是都安排得很用心，然後可以讓孩子呢，就是了解毒品的知識，還有反詐的知識，還有交通安全，了解自己的身體有哪些部位不能讓陌生人觸碰。這個體驗除了讓囡仔學要安怎做一個警察，嘛學到真濟安全知識，包括交通的法規、毒品安全，閣有防詐意識，讓體驗活動閣較有意義。